本港方面，支聯會今晚喺維園舉行6四20週年燭光悼念集會，我哋同喺維園嘅方東升傾下啦。大會而家準備成點呢？係方輝啊！晚會呢就8點鐘開始，咁下晝5點幾啦，陸陸續續都見到市民呢就係嚟到呢度呢係參加晚會㗎。咁當中唔少呢係一家大細嚟。咁而家下晝支聯會亦都喺維園度舉辦咗6四論壇。咁出席論壇嘅講者係包括咗當年曾經係去過北京聲援學運嘅學聯前成員㗎。咁佢哋都要求北京呢係平反6四，咁同埋呢係盡早呢係公佈真相㗎。咁而趙紫陽嘅政治秘書鮑彤，佢個仔鮑樸依家人呢亦都喺香港。咁佢就話香港年年悼念6四啦，其實係有助國家去到推動改革。而佢今晚亦都會出席喺維園嘅晚會。02年起定居香港嘅鮑樸，每年都有出席6四燭光晚會，今年亦都唔會例外。佢話欣賞港人過去舉辦悼念6四嘅活動。香港實際上這個就是在中國近代史上，它其實對這個中國的這個現代化進程，它是有推動作用的。這個香港人現在年輕人可能都自己都不太清楚，但是呢，這個燭光晚會這樣的這樣的一個活動呢，就證明這個香港人是願意參加中國的這種願意參與這種中國的這種政治進程的。那麼這個就是證明這種燭光晚會呢，每年在香港的這燭光晚會，我認為是香港最可愛的地方。佢透露過往曾經嘗試申請翻去內地探望屋企人，但係都唔獲批准。佢希望為趙紫陽出回憶錄改革歷程，唔會影響佢同內地關係。無線電視記者彭國柱報道。係啦，民尊女神像啦，同埋紀念碑都搬咗嚟維園呢度㗎。咁唔少人亦都嚟到呢度獻花。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晒你。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仲會報道，已經有10幾個辦學團體有興趣接辦津美學校。澳洲國防部長捲入醜聞辭職。石堅逝世。